雞咧有好多品種嘅，即係等於人一樣，人咧有白種人啊，有黃種人啊，黑種人啊，中式人種啊咁樣。咁啊雞亦都係有白毛嘅雞啦，有黃毛嘅雞啦，有黑毛嘅雞啦，咁啊就一般嚟講咧，外國嘅雞種咧比較大隻嘅，而我哋中國嘅品種咧就比較細隻。呢個中國品種之中咧，最常見有兩類，一類咧就黃毛嘅，一類就係黑毛嘅。咁黃毛嘅雞咧，都一般嚟講咧就肉質比較嫩滑同埋肉比較肥啲，而黑毛嘅雞咧比較瘦，但係肉質比較結實同埋味道濃啲嘅。咁所以咧要視乎你個市場嘅需求嚟選用咩品種嚟配出嚟啦。咁而大家好誤解咗咧，以為白毛雞咧就唔好食。其實白毛咧同嗰個肉質基因係兩樣嘢嚟嘅。只不過點解我哋常見到白毛咧？因為外國咧大量飼養，同埋係用機去劏雞。咁當機劏雞咧，劏完雞之後，有啲嘅嗰啲針毛咧，好細條啲毛咧，係以前如果香港啲咧就會當然用人手執咗佢嘅。咁但係外國你用機劏唔可能用人手執嘅。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啲雞改咗白毛用咗白毛嘅基因配落雞嗰度，令到嗰啲雞出嚟有白毛。咁所以劏起上嚟咧，先唔覺得有呢啲嘅雜色喺個鼻嗰度。一般嚟講咧，我哋中國咧就係南方咧，咁當然主要都係講廣東、廣西兩港嗰啲雞種咧，多數係黃毛嘅。而我哋廣東人咧，廣東人咧點解要中意黃毛咧？因為我哋嘅食法，我哋中意食白切雞。白切雞咧，嗰啲雞一定要食落咧要滑，要有肉質，又有雞味。咁所以呢啲黃毛嘅雞種比較適合。而常見嘅咧有惠州嘅鬍鬚雞啦，青魚嘅麻雞啦，杏花雞啦，仲有呢個所謂石岐雞咧，呢個就唔係喺石岐嗰度有嘅，呢個雞種係香港培育出嚟嘅。咁呢啲類嘅雞咧就變咗適合我哋廣東人嘅口味。而北方咧通常咧中意黑雞嘅，點解？因為咧佢覺得嗰啲雞咧比較補啊。點解叫補咧？因為嗰啲合嘅脂肪少，相對蛋白質都高啲啦。咁所以我哋覺得補就咁解嘅。不如我帶大家去參觀下我嘅生命教育農莊，裏邊有佈局咗有16種唔同嘅雞種，嚟自世界各地嘅。呢隻係石岐雞啦。呢隻就係越王雞啊！咁樣分別咧，頭先嗰隻同呢隻咧，啲色水色澤都唔同啊，同埋個身形會細翻少少嘅。福建雞啦呢隻。你看，
好冇？啲清遠雞啊！得，真係有。喺改革開放之前咧，內地嚟講咧，家家戶戶咧養幾隻雞，咁啊嗰啲雞咧就抌喺地下度，等佢周圍走，所以叫走地雞。啊，咁呢啲雞嚟講咧，就係每個地方有佢嘅特色啦嚇。所以頭先我講有惠州嘅鬍鬚雞啊呢，咁但係咧喺改革開放之後咧，好多農民就唔再養雞啦，因為咧揾唔到食啊嘛。呢啲雞嚟講咧就生長得好慢，啊同產量好低啊。咁如果要揾到食嘅咧，咁就養啲所謂嘅商業性嘅商業雞啦，啊，咁你商業雞咧就好似而家我哋所食到嘅呢啲啊，有大隻啊，有肥啊嗰啲，啊，咁而呢啲以前嘅走地雞啲雞種咧，因為冇人養咧，好慢慢亦都係差唔多消失咗啦。所以而家嚟講，好難揾翻一隻純正嘅雞種，啊，配到啲雞出嚟嘅。而家目前我哋所聽到或者食到嘅所謂嘅清遠雞、鬍鬚雞啊，呢啲雞嚟講，其實已經係可以叫改良咗，其實已經雜咗啊，就將外國嘅快大雞嘅雞種配落去，能夠令到個雞隻大隻啊。以前純種嘅走地雞咧，成長之後啊，都係得個斤零兩斤重嘅啫。但係而家你去買到呢啲雞嚟講咧，起碼超過2斤幾重。咁點解咧？咁就因為唔係因為用咗荷爾蒙，唔係用咗咩藥物令到佢快大，而係因為佢將個品種改良咗，加入咗快大嘅雞嘅血統裏邊，所以令到佢快大快肥咁解啫。無論香港同內地，其實呢啲嘅純種雞基本上都已經消失咗㗎啦。因為喺97年嗰陣時間，香港爆發禽流感啦，咁就政府殺雞，咁基本上咧。呢啲雞種就好多先殺咗啦，就保留唔到。咁而內地因為改革開放之後咧，農民亦都放棄養咧，咁亦都係消失咗。所以喺97年嗰陣時間，香港大學攞到政府一筆撥款咧，就去內地好香港好，收留翻呢啲純種嘅雞嚟保育翻佢。咁所以咧，香港我哋仍然仲有一小類嘅呢啲雞喺度，其他地方好難揾到。所以而家嚟講，全世界嘅好多品種都係消失咗啊！咁所以亦都而家行內都覺得係呢個係好危險嘅啊！想盡量去揾翻啲純種出嚟，咁但係可惜都幾難揾得翻啦。